咁啊，今次啊，即係有人會問點解會搞咁大鑊咁樣？咁啊，好簡單嘅啫。香港嘅政治咧，已經同呢個嘅即係影響緊呢個內地嘅政治嘅，其實係內地好多嘅活動咧，係受到香港嘅民主運動咧所影響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聽過我之前 po 出嚟嗰啲咁樣嘅喺 YouTube 嗰啲片嘅話咧，都大概會知道，即係呢個嘅環球時報出個篇文，跟住就話香港呢個佔中呢個嘅激進派係呢個紙老虎。咁如果大家一睇到係紙老虎嘅話咧，即刻咧就應該係要可以諗得起咧，有樣嘢叫毛澤東選集。咁入面咧講到紙老虎嘅，紙老虎係形容乜嘢咧？紙老虎就係攞嚟形容呢個美國帝國主義嘅。OK。咁共產黨咧，呢個其中一個不共戴天嘅敵人咧，就係呢個嘅美帝國主義啦。呢啲叫乜嘢咧？叫敵我矛盾。敵我矛盾嘅話咧，就將你打死為止嘅，就唔講任何廢話嘅。咁跟住就仲要唔係咁簡單嘅喎嚇，毛書入面仲講過喎，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，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拼死的鬥爭。我們決不可輕視這些敵人。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或認識問題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。咁呢個無選嘅，咁啊1949年出㗎，呢壇咁嘅嘢。咁簡單啲講啦，呢個嘅共產黨咧即係呢個習近平咧，其實就係毛派嚟嘅。咁咩係毛派咧？毛派一班人咧，又紅又左嘅咁樣，所以咧你基本上睇一睇呢個嘅毛選啊、毛語錄啊咁樣，你就知道佢諗乜嘢啦。即係咧，對於呢個嘅佢哋嚟講，呢個世界咧就得兩班人啫，一班人叫順民，另一班人叫敵人。OK，咁如果你唔係順民嘅話，你就敵人噶啦。所以你話要民主嘅話咧，咁你肯定敵人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淨係香港人話要民主嘅話，係唔夠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中國都有人話要民主啊嘛，係咪？咁同埋好關鍵嘅一樣嘢啦，就係呢個嘅你同啲內地人講話，香港人係爭取民主嘅啫喎，咁點喎咁樣，咁內地人覺得冇問題啊咁樣，所以點解之前就有啲咩本土派啊嗰啲咁樣嘅嘢咧，跟住就話呢個嘅內地人係呢個蝗蟲啊點咁樣咧，咁咧其實喺內地好多人都知道嘅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方便咧佢哋咧將呢個香港人咧係打成為呢個敵我矛盾。咁呢個敵我矛盾仲唔單止喎，跟住之後咧仲有一班人就話咧香港咧呢個勾結呢個外國勢力啊，受外國勢力干預啊，呢個美帝影響啊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，要分裂呢個嘅祖國啊咁樣。即係咧，由於呢個嘅中國咧、大陸咧，佢哋嘅教育咧，由細到大咧，即係咧外國就要分裂祖國，共產黨啊好唔容易先可以呢個嘅將呢個嘅即係奪取政權，呢個嘅趕走呢個日本人啊，趕走呢咁嘅咩美國帝國主義啊、八國聯軍啊、日本侵華呢咁樣嘅嘢嘅，OK，咁所以香港咧。即係有乜嘢你同佢話你要爭取咧香港嘅權，即係香港人嘅權利嘅話咧，簡單啲嚟講，佢就會話咧你係奪權你啊要獨立你要做呢個反共基地、反共嘅橋頭堡所以冇得搞噶啦，所以爭取民主咧，等於呢個嘅反共噶啦，而家冇得搞噶啦咁。所以好大鑊啦咁樣咁毛派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咧，就係好中意做啲大動作嘅，非常之中意做大動作。佢哋咧係乜嘢咧？即係咧嗰殺人係冇問題嘅，OK，殺人係冇問題嘅，毛派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。咁例如啦，
例如咧《毛語錄》入邊啊，曾經講過嚇，呢個決定按人口1/1000的比例，先殺此數一半，再看情況，再作決定。咁啊，呢個嘅毛澤東嗰陣啊，呢個嘅鎮反嘅報告，咁啊即係鎮壓反革命。OK，咁啊其中呢個毛選入邊咧，就呢個嘅論人民民主專政咧，最關鍵嘅一句咧就係核心思想啦。對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獨裁專制專政，必須肅清全國嘅反革命分子啊！對反動派只有暴力和專制，絕不私人或者把老虎打死，或者被老虎吃掉，兩者必居其一。咁係啦，咁啊今日就噏到呢一度啦嚇，大家就知道嚇呢個習近平點諗，所以就大家丟掉幻想，準備抗爭啦。